过来消息咯，过来看宜兰县旧年一间国小附设的幼儿园，一个3岁半的查某囡仔，和老师虐待，烦恼讲未来会阁发生类似的案件，幼囡仔嘛无法度来清楚表达。县政府当个评估，看讲敢有需要来装监视器，也毋过老师甲家长团体有无共款的意见。旧年宜兰县某一间国小的附设幼儿园，捌发生一个3岁查某囡仔，伊的私密处若像去互老师拍的案件。 不过，这种不当对待，甚至是虐待囡仔的案件，会因为幼儿园的囡仔口语表达的能力也无遐好，要调查真相较学。县府教育处规划，针对捌发生过类似事件的幼儿园，用专案评估，敢是爱按监视器。像如果有曾发生过的个案，那这个部分除了调查以外，我们也会做专案的评估。 来评估是否需要来做专案的一个设置。宜兰县目前有50间国小附设的幼儿园，无发生过苦大囡仔相关案件的学校，县府嘛鼓励会当按监视器，不过会先调查家长的意愿，未强制规定。不过针对这项措施，县内老师甲家长团体有无共看法？政府应该要做的是，当他有需求的时候提供援助。我们比较不希望看到用强制性、全面性的一个安装的部分。如果你说这件事情上是持平友善的，我非常支持。可是你特别针对性，我不支持。教师团体认为讲，按监视器并不是解决幼儿园教学现场混淆的万灵丹。公部门应该透过甲幼儿园卡手等等保护罩的方式，来打造更较侪公共参与的教学空间。家长团体指出，这个措施若干那针对幼儿园会有针对性，无够优先。 幼儿园的教职员嘛会有无互信任的感觉，高中甲国校啊嘛应该爱共款。因为县府表示，各中国小较无调查困难的问题，评估幼儿园按监视器，是希望会当保障合法，防止搁再发生不当对待或者是苦大囡仔的行为。公视新闻宜兰报道。